其實喺日本早期教育嘅理念裏邊咧，我哋帶翻嚟引進翻嚟香港啦。最主要喺課程上面有幾樣嘢係我哋覺得現今嘅家長必須要學嘅，而且學嘅個時間唔可以話再拖延小朋友嘅嗰個年齡層啦。嚇，應該係越快越好。例如好似講有關於有腦嘅五感啦，有腦五感即係叫 ESP 啦，我哋叫做嚇，咁係希望訓練咧小朋友嘅專注力嘅。裏邊嘅遊戲咧係透過一啲遊戲嘅形式，去令到小朋友咧可以透過一啲方法去令佢專注力可以產生到出嚟嘅。例如我喺日本見到有啲2、3歲嘅小朋友啦，佢哋同個老師玩一啲遊戲，就係好似打個比喻，就係攞隻唔透明嘅杯。咁杯裏邊可能裝住一啲唔同顏色嘅色仔嘅 ，OK， 咁老師就會問翻個小朋友咧，睇唔睇得到究竟個杯裏邊嗰粒色仔係咩顏色？咁其實當其時咧，老師咧係用緊波動啊，用緊潛意識咧，去令到個小朋友咧知道咧聽到嗰知道嗰粒色嘅顏色嘅。咁小朋友就會咧透過，我聽到老師講喎，或者我見到粒色嘅顏色。然之後講翻出嚟，咁呢啲並唔係話即係坊間成日誤解咗一種叫特異功能啊。其實呢個係純粹係靠咧小朋友嘅專注性有幾多。如果佢嘅專注力唔夠，佢根本就唔能夠咧睇到或者係感受到老師所講嘅説話嘅。點解要喺咁細個嘅時候要將呢樣嘢攞到出嚟呢？我哋成日打個比喻就係話，透過專注力呢個方法，小朋友喺3歲之前攞到出嚟，日後佢就會好容易嚟運用。例如係我哋可以回想下自己幾時學踩單車，你幾耐冇踩過單車咧？如果你再俾個單車你踩，你需唔需要由頭學過？大部分嘅答案都係唔需要嘅。OK， 所以喺細個嘅時候將呢樣能力攞咗出嚟，喺日後咧就會好方便用得到。咁呢個亦都係全腦教育嘅其中一個方法。